今次我返大陸，除咗買嘢、食嘢同埋買嘢之外，我仲返咗上去洗牙添啊！我選擇嘅呢一間就喺羅湖關口一出，行3分鐘就到嘅深圳希華愛康健醫院，環境好舒服，仲會好仔細咁講解清楚成個洗牙嘅流程。你以為一嚟就開始洗牙？No no no！ 醫生首先會幫我檢查下牙齒嘅狀況，例如睇下有冇蛀牙等等嘅問題，然後就話返俾我知平時可以點樣保養。之後就會用一塊遮光布代替太陽眼鏡，仲可以防止啲水彈到成面都係。呢啲咁窩心嘅設計令我好放心。喺洗牙嘅時候，我仲感受到醫生嘅專業。洗完牙之後，醫生仲會幫我做埋打磨，意思就係好似喺牙齒上邊打蠟咁，喺牙齒表面塗上一層保護膜，令到牙齒冇咁容易染上污漬。雖然我2年冇洗牙，但好在醫生話我嘅牙齒都幾健康，冇蛀牙嘅情況，只係需要每年洗1次牙做保養。另外，因為我有飲咖啡同埋飲茶嘅習慣，所以提醒我每次飲完之後都要啷一啷口，咁牙齒就冇咁容易有污垢啦。今次成個洗牙嘅過程都好舒服，好放心，價錢平，質素高，所以如果大家都想舒舒服服洗個牙，就快啲撳下面嘅網址或者 WhatsApp、IG 聯絡佢哋做預約啦。